張烈，佢喺法租界係一個賭場，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對付嘅。所以有人話佢唔贏梗係唔玩，始終遇唔到咩好嘅對手。咁在下應該好地領教。張烈嘅千術好高明，可能要揾你幫手嘅。一言為定。廣東路長大贊10萬一弟。邊個惹到我頭上嘅就係死人，唔贏咁啊！佢係你贏咗我，就會成為千王之王。而家先上正話。你最好都咪出蠱惑，唔係我都一樣會殺你。